上帝啊，你献上感谢是遐尔好，至悬的啊，学了你是遐尔水。我伫清早宣扬你永远的疼，伫暗时要讲起你的信息。这是请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41首，圣诗41首，恁着感谢主耶和华。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愿正受阮的囝儿，只是聚集伫你的圣殿，要用感恩的心来学乐敬拜你。你是至大的神。对你所创造的宇宙，互阮看见你的伟大甲稳定。感谢你找你的独生囝耶稣来救赎阮，教阮济财物甲真理的道路，也通过圣神赏赐阮快乐甲能力，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健全。在阮的生活中，你时常用你的慈爱甲怜悯来满足阮每一个人的需要。搁伫无共款的境遇中，引导阮行伫平坦开阔的路。听阮认为的上帝，你所福愿的是遐尔招比甲丰富。但是，阮也要感谢你，无隆重照阮所求讨的来回应满足阮，因为恁知，有时阮所求讨的一切，名利、地位、权势、财富，是要成就阮家己，
甲得到正人的懊恼。感谢你，予阮通过济济的软弱、失败、痛苦甲困境，来锻炼、丰富阮的生命。予阮伫7年中学习怎样谦卑来顺服你，这会乃是要予阮更较坚强、更较有智慧甲气力，来面对生活中新的挑战。这款的恩惠，愿要深深感谢你。恩典满满的主上帝，阮特别要感谢你，享受少年教会有丰富的资源，来设立幼儿园，或者小朋友伫细汉的时就会当认捌你。搁伫三芝福利园区设立老人的安养、养护甲失智中心，互这些老人伫年老时会当真舒适，搁有尊严的来接受照顾。今年你搁互阮伫新庄设立福利中心，阮相信通过这个事奉，会当帮助这个地区弱势甲孤单的老人。同时，也要将你宝贵的福音诚做出口，互教会甲所有的福利中心以及幼儿园，诚做迄个地区的愿望甲祝福。今日是感恩节主日，我们要通过这个节日，搁一摆来表明对你的感恩甲祝福。我们学习伫普通时的每一日，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人、疼人，通报答你对阮的疼。求主你加添福气伫阮每一个人的顶面，互阮搁较有机会来感谢你，也因为安尼，通得到你加倍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无够野。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安尼来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一成，伫地灵亲如天灵。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不你带阮入地狱，叫阮脱离害怕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来代无尽。阿门。这是请咱来交托启示文25篇，记载伫圣诗的后面39页。启示文25篇，记载伫圣诗的后面39页。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这是咱继续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46首，圣诗246首，
上帝一听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念吟传首。请坐。这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俄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祝愿感谢你。
感谢圣歌队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时，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规个圣经诗篇111篇，诗篇111章第1节到第10节，诗篇111章第1节到第10节。现在中文译本772页，台语汉语本是666页。诗篇111章第1节，爱阿拉上帝，我要一心一意感谢上帝。伫伊正直子民的聚会中，感谢伊。上帝的作为是遐尼啊奇妙伟大，既然欢喜听伊的人，拢愿意明白。伊的作为充满尊荣威严，伊的公义永远伫地。上帝无互咱袂记得伊所行的奇事，伊有温慈，充满怜悯。伊赐食物，互敬畏伊的人。伊永远会记得伊所立的约。伊向伊的子民显示大能，甲异邦的土地赐予因。伊一切的作为拢信实公正。伊的诫命确实可靠，伊的命令永远有效，按照信实甲公义设立。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立永久的约。伊神圣可畏，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伊赐命治予遵行命令的人，伊应该永远受呵乐。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今早起，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专心敬拜神，专心敬拜神。第2讲，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要继续透过诗篇111篇第1节到第10节，做伙来学习安怎敬拜。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这时刻甲阮三甲伫地，用智慧的神充满阮，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也透过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更新改变阮的意念，互阮的生命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互阮的敬拜哪来哪得到你的欢喜。求主赐福保守，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要继续来看安怎敬拜。咱顶礼拜有讲到即个敬拜的头前的部分，就是咱安怎去准备咱的心。咱接续要来看其他的部分，但是这个进前，牧师爱互大家真清楚，就是长老教会敬拜是用上帝话做中心，所以通常长老教会的礼拜分做3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准备的阶段，就是咱顶礼拜有讲过，这个部分就是听候上帝的话，咱会用诗歌、用祈祷。用启用、用信仰个别，透过圣歌队的献诗，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拢是为着准备咱的心，因为长老教会的敬拜是用上帝话做中心，所以这个时间的准备，就是要准备咱等下要迎接上帝话，领受上帝话。所以当咱准备好，咱就进入第2个阶段，就是享受上帝话。书会会带领咱来读圣经，然后牧师会透过
心就是享受上帝的话，所以这段时间是特别重要。所以请咱大家爱特别来注心来听这段时间。然后当咱享受上帝的话了后，咱就爱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应答上帝的话。咱会透过回应诗，会当透过咱的奉献，以及接受牧师的祝福甲差遣来回应上帝的话。所以咱来真清楚，就是讲，长老教会下礼拜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这真重要。但是要进入这个其他的听书进前，牧师有场真重要的代志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关系教会的事。因为咱来真清楚，任何咱生命中间的任何代志，如果若变成做形式化，这件代志就变得真无味，无法度为咱的生命带来效果。譬如讲，咱去上班，咱去工作，如果你若将上班工作当作一种形式，是去应付的。每一天去上班的，一直听候要下班。你迄上班的过程中间真艰苦。你所做的工作嘛无效果。所以这是叫做工作的形式化。咱的家庭中间的关系嘛有可能形式化，夫妻中间的关系可能形式化，亲子中间的关系可能形式化。咱无真心要去建立这个中间的关系，只是应付的。做老爸想讲我都摕钱回去，带囡仔饲好大汉，安尼就好，我的责任就尽了。尼这款的无法度去享受家庭所带来的祝福甲温暖。所以这款形式化的破坏家庭的生活。相反，任何属灵的代志，是真美好的属灵代志，拢有可能因为形式化失去属灵的意义。有一个美国一间神学院的一个旧约的教授叫做杰克迪尔，伊认为教会来讲信仰形式化有三个真重要的象征，就是讲有三个真重要的特色甲现象。咱若看出这个现象，咱就知影讲哇，安尼咱的信仰形式化，咱就爱注意。第一个特色就是讲知识代替生命。咱一直认为讲，咱要有属灵的生活，咱爱充实咱的信仰知识、信仰财物。当然，信仰财物的丰富会当帮助咱的信仰。但是，如果你有真丰富的信仰财物，无落实伫咱的信仰生活顶面，安尼无法度带来效果了。这是一种形式化。咱看见着新约圣经中间，耶稣的时代，什么人上界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就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嘛。这人拢有真丰富的圣经知识，但是圣经中间叫耶稣骂了上忝的嘛是这个人，因为因将因的信仰变成形式化，甚至因教世人的信仰本质嘛是形式化，只有遵守迄规条，无去思考遐规条背后所带来的意义。所以咱来值得咱警醒的，就是毋通互咱用知识代替咱的活命。第二个上顶就是用传统代替能力。有真侪教会有真好真水的传统，咱去参观这个教会的时阵，这个教会人拢会人说明这间教会到底有啥物款优良的传统，嘛因为这个优良的传统来感觉骄傲。牧师来到双连教会第一个讲道篇，就是甲大家分享，咱双连教会嘛有4个真重要的传统，就是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咱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殿，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教会。而且是追求上帝心意的祈祷，还有中者摆设的这个圣经，咱是起造伫圣经上帝话的教会。还有圣餐道头前迄个艾欧纳节，迄是一个宣教的上顶。在提醒咱个教会是一个爱不断欠福音的者，爱去宣教的教会。还有咱有道步的精神，这拢是咱教会真好真水的传统。但是如果咱会记这个传统，无将这个传统
落实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无带来能力的时阵，安尼，即个彩色玻璃挂伫遐，不是咧刺激咱，咱毋是一个基督的教会。迄块艾欧娜石放伫遐，变做咱上界上爱感，互咱感觉艰苦，因为咱毋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倒边来看，如何遮的上顶、遮的传统，不断咧带领咱教会一代传过一代，这就为着咱为咱教会带来真大的能力。所以咱来去了解遮的。最后一个是甲今仔日的信息有足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一间教会形式化，伊会用宗教活动，用一寡仪式来代替甲上帝的关系。咱认为讲，咱有足好的信仰，就是咱来参与真济聚会，咱敬拜，伊不断逐礼拜拢来教会礼拜。但是如果即个礼拜，如果这个仪式无法度帮助咱更新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即款的敬拜变做无法度产生效果嘛。咱参与真济教会活动，如果这个教会活动无法度，互你更较上帝更较亲密，更较认捌上帝。这活动虽然参加真济，但是有缘无法度产生力量。咱来教会礼拜，顶礼拜有甲大家分享，甚至我本身来教会参与10几档的礼拜，有真济听词拢无清楚，咱嘛是照常咧礼拜。有一个，咱每一个礼拜大概拢会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对无？咱嘛对头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但是当咱咧使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的时阵，咱敢有真正当做咱的祈祷文，还是咱来念一遍，安尼就结束啊？当咱咧祈祷讲我伫天里边，愿你的名圣，咱敢有思考为什么咱要做什么款的代志，会当互上帝的名得到圣？咱咧讲愿你的国降临，我要参与什么会，才会当互加速上帝的国降临？咱咧讲愿你的旨意得成，咱敢有思考一个问题：若是上帝的旨意，敢有可能无成？咱可能用真短时间将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对头到尾念一遍，但是伊毋是你的祈祷，这就是信仰的形式化。所以大家毋免烦恼，牧师明年一开始，我用6礼拜，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一句一句来学习，互咱真正知影，即个当帮助咱生命，主赐互咱真好的礼物，安怎用主祷文加做咱生命的帮助去祈祷。所以，如果咱用知识代替生命，用传统代替能力，用仪式代替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的教会就形式化，咱的生命、咱的信仰就形式化，咱要真注意这个代志。所以，期待咱参与教会所有无论是敬拜还是团契的聚会，咱真正拢会当注意这个。所以，咱这个时阵要来学习安怎去祈祷。伫教会中间，咱有分做公道甲私道。伫礼拜中间，师会会带咱做伙来祈祷。咱会为一寡人，或是一寡代志，包含教会，或是社会、国家、世界。这人或者是代志来祈祷，请大家爱明白，对当师会咧带咱祈祷的时阵，你爱将伊的祈祷当作咱的祈祷，伊是咧带领咱祈祷，就像圣歌队咧带领咱学乐上帝相共，你的心爱甲伊做伙学乐。相反，当师会咧带咱敬拜的时阵、祈祷的时阵，咱嘛爱甲伊做伙祈祷。所以开嘴的祈祷爱引起咱心灵的回应。所以，如果这个师会伊所带领伊的祈祷，是你心中诚心所愿的，你会当轻声讲阿门来回应，这是我的祈祷。如果伊咧学乐上帝的时阵，你毋通当作是师会家己人咧学乐上帝，伊是咧带领咱全体咧学乐上帝，你嘛当伫心中细声讲哈利路亚，学乐主，感谢主。所以，这款的祈祷是爱大家共同参与的。当然，我拄则所讲迄个回应吼，毋通伤过突出，毋通错误运用，比较破坏公道。但是真重要一点就是，咱爱甲这人做伙祈祷，因为伊是带咧咱咧祈祷。
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注意，咧祈祷的时阵，咱要对伊祈祷。当然，咱伫教会中间带领咱祈祷的人，伊无一定知影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也相信每一个来到礼拜堂做礼拜的人，的确带着无共款的内心的感动要祈祷。我拄则讲过，因为公道的当中，伊无法度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咱有安排辅导的时间。赞美会时阵是辅导的时间，有两个真重要的时间。第一个辅导的时间是咱提早来，提早到。我顶礼拜讲，咱毋通准时，爱提早到礼拜堂来敬拜。迄个时阵，你会当为着你本身的安静来祈祷，特别准备家己。搁另外一个时间，就是牧师伫礼拜要结束进前，会有一个牧养代祷的时间。迄个时阵，牧师会替咱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人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嘛会当对牧师做伙来祈祷，将你的需要放伫上帝面前。无论公道还是私道，上界重要的就是这四字，叫做倾心吐意啦，哈。台语的圣经叫做吐出心意，就是讲你对心中将你真诚的需要摆在你上帝面前。无论你有偌济艰苦，无论你是偌喜乐，你上帝面前，咱就来讲出来。讲出来了，上帝会照伊的旨意祝福咱，赐福咱。所以无论公道私道，咱就是爱真诚实意对上帝来祈求。关系祈祷牧师未来嘛会有几个讲道片，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学习。当咱祈祷了后，咱真重要的进入礼拜的核心，就是上帝话语的分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伊一切作为拢信实公正。伊的诚实确实可靠，伊的命令永远有效，按照信实甲公义所定着。所以上帝的命令永远有效。咱拄则所读的第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领受上帝话，会当互咱有智慧、有能力。所以咱今日来到教会听上帝话，因为伊的话会当成做咱信仰的粮食。互咱的灵命会当增长。一个人若无食饭，伊袂当维持伊生命的快乐。咱的信仰如果若无听上帝话，咱无法度维持咱灵命的活力。所以咱的确爱认真来听上帝话。阮是听上帝话，接续2个礼拜，牧师会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安怎透过圣经来学习领受上帝话。但是这个时阵，牧师有2项简单的提醒，请大家会当来学习。第一项，咱伫礼拜的时阵，爱注心，专注来听上帝话，这是领受上界必要的一个基本条件。你若无专心，你若想去别位你就听无啊嘛。所以你就爱专心注心伫上帝话。特别牧师咧传讲的时阵牧师有甲大家说明过我的讲道其实是真简单，简单明了记会牢，我拢来分类，所以简单明了记会牢，你来记伫你的心肝，若记袂牢的你就来用笔来记起来，拢毋免写真侪字，你记起来了，你当伊就当复习。若个真正记袂牢咱才有录影，咱当伊了，搁咱拍开电脑来听，搁重复复习一下。但是上界基本的要件就是爱专注啊。你若一边听一边想别项代志，你就无法度领受，这介要紧。第二个是关系咱领受的态度，就是咱心爱柔软。咱知影接受上帝话，亲像一个做事人，伊咧种田相共。迄田园咱的心亲像田园。你若定酷酷，迄定土，你的野子伊就无法度生根嘛，对无？根无法度进入土里。所以爱将这个土来用互松，心爱柔软，柔软当迄个上帝话，那亲像种子种入去咱的心中的时阵，就会发芽不已，将来结实累累啊！所以请咱一定爱毋通抵抗上帝话啦。意思讲咱毋通用种批判
的态度去看上帝话。上帝话是要调整咱，要改变咱，所以你的心的确爱柔软，互上帝来调整咱整个的心。咱期待咱每一遍领受的信息，拢会当感动各位。其实牧师有一个家己对家己的要求，我期待我所写的每一篇讲道篇，先感动我，先感动我本身，才会当真实去感动每一个听上帝话的人。所以咱做伙来合作，用专注的心，用柔软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接续，咱听了上帝话了，咱就爱回应。回应有一个真要紧的部分，就是奉献。伫礼拜中间，这个部分叫做奉献，但是奉献不是简单奉献金钱尔，奉献是爱将全人献出来。牧师若要分做两部分，甲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叫做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对你心底真诚对上帝的回应，因为你要清楚一点，咱所有的产业，咱所有得到，拢是来自上帝予咱的。今日若上帝无要予咱，咱无法度得到这个，甚至咱连换命都无法度得到。所以，咱只是将上帝予咱的摕一部分来回应上帝的听。所以，奉献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做甘心乐意啦。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伊讲，逐人爱随本心所定到的，毋通勉强，毋通烦恼，因为捐了乐意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你若捐了毋甘不愿，那亲像咧纳税吼，咱纳税的时阵拢毋甘不愿嘛吼，想要减寡税，想要得税避税吼。但是咱奉献毋是咧纳税，上帝嘛毋是去食，咱毋是咧分互上帝呢。所以你奉献的时候，你爱心甘乐意。咱只是将上帝予咱的摕一部分出来回应上帝的听嘛。但是另外一个要求是，上帝要求咱爱真啊。圣经中间毋是讲咱爱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嘛？这关键的字就是真啊。上帝知影你有真无啦。上帝袂勉强你，超过你所会当负担的，伊是爱咱真尔。而且奉献毋是咧奉献互别人看的。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伊也讲一遍伊的经验，吼，伊讲伊出国读册的时阵，时常佮去无共款的教会，因为教会礼拜，因为有时阵吼，讲留学生较无钱吼。因为想讲奉献吼，都看即间教会较好呀吼，都毋免毋通奉献上济，拢准备一寡南山的吼银角啊。当然因为有早迄个钞票啦吼，较大圆的吼。但是伊就想讲安尼反正等下吼，若迄即事摕奉献地出来吼，咱手来拄较深的吼，银角人也听无吼，安尼不要紧啦吼，都奉献淡薄就会使。伊拢常常有即款的想法，讲一个人去一间教会。参与服侍，结果伊嘛是想安尼啦。结果讲无想到迄个输现的人是摕一个盘仔出来啦，所以只好用另外一个裤袋仔摕迄个大钞出来奉献。倒来了，伊就伫遐反省讲，安尼敢对？奉献敢是奉献互人看的？奉献是对上帝的稳定的一种回应。上帝爱咱心甘乐意，也爱咱尽咱的气力去奉献。我有一对，即个甲我同工真久的这个牧师甲牧师娘，因过去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了，后来去高雄的一间教会牧会。牧会的过程也真认真认真，教室嘛不断成长。一直到即间教会人坐较底袂落，所以因教会决定要建堂。建堂吼突破真侪困难。经过一段时间了，迄礼拜堂伫要起好。这牧师伊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当礼拜堂起好了，伊要离开即间教会，去到国外的所在继续进修，将来会当倒来台湾做其他无共款的服侍。所以伊就打算将这个建堂完成了，伊就要离开即间教会。当这个礼拜堂咧起的过程中间，这牧师娘就时常去迄个
要起好的礼拜堂中间洗吼，看讲到底敢有欠啥物物件？啊，伊洗到迄个礼拜堂的头前，伊想着讲，礼拜堂爱有一只迄个平台式的钢琴啦，因为旧的钢琴实在是伤旧啊，需要更新啊。啊，但是建堂这成劳工为主的教会吼，毋是遐尼容易完成啊，所以真侪物件拢爱用旧的啦。啊，但是伊想讲，而且新的礼拜堂若有一台新的平台式的钢琴吼，毋知影偌好，伊就想讲。伊就对上帝求讲，主啊，你敢会当，互我有较侪气力啊，来会当奉献一只平台式的钢琴。啊，但是伊就嘛毋知上帝旨意安怎，因为一个要做一个传教者的家庭，要奉献一只平台式的钢琴，迄毋是遐尼容易的代志啊。啊，结果无意外讲，伊过几礼拜了，去病院检查。发觉讲家己的身体有一寡问题，吼，医生建议讲吼，你爱将迄个卵巢甲子宫吼，爱来手术摕起来，吼，安尼较会当身体较会当保全，吼。啊，伊就接受这个手术，啊，手术了，佮得到一笔迄个保险金啦，啊，这保险金20多万，伊就全部献出来买一台平台式的钢琴，互即间教会。伊咧我讲即件代志的时阵，咧分享伊即个见证的时阵，我心中是真感动，目屎用要流出来。我思考一个传教者的家庭，因阁是要离开即间教会了，阁要去美国读册，需要阁较侪钱。伊愿意将伊即个身躯所挂来即个伤痕换来，即个保险金奉献落教会。而且咱来明白一个妇人人，伊将伊的子宫甲卵巢摕落来了，国家就会予伊一个残障手册。伊是用这张残障手册去换来即间教会即个平台式的钢琴。我嘛常常，伊咧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有咧反省讲，我做一个传教者，我的家庭敢有可能做这款的奉献？但是我嘛想一点，如果你身躯边若充满这款的人，你较会学袂晓奉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要求咱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相反，咱嘛爱尽心、尽性、尽力去听主你的上帝，用这款来回应主大的疼痛。特别咱今仔是咧做感恩节的主日，你心中敢有真正感谢上帝所带来互你的恩典？咱奉献淡薄，敢无达得上帝所互咱恩典？敢无达得咱奉献一淡薄吗？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当然，上帝对咱的要求，毋是简单是金钱的奉献。保罗伫罗马书12章第1节，伊安尼讲：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劝恁，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伫保罗先生的看法，伊认为讲，一个人将伊家己的身躯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这毋是啥物大代志，这是平常的代志，是每一个信徒应该爱做的。咱毋是简单伫礼拜日奉献金钱，安尼咱奉献就煞。上帝爱咱奉献咱的生命，用咱的每一工每一时来为伊做见证，来荣光上帝。这是圣经对咱的要求，嘛是牧师对咱的期待。毋是要求大家拢去读神学院做专职的侍奉者，毋是安尼。是当你伫生活中间会当接触每一个人，这个人拢会当对你身躯顶看起，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透过安尼的见证，引带因来求问上帝，这是咱应该爱做的。奉献了后，咱的书会的总集会甲咱做伙分享报告。具体交通，因为伫圣经中间，咱明白，上帝对咱讲：
讲若有人讲我爱上帝，却怨恨家己的兄弟甲姊妹，伊就是讲白贼。伊既然无看迄个看会到的兄弟甲姊妹，怎会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这约翰一书的作者甲咱讲，你若无听你四周围的兄弟姊妹，才看会到的，怎会当见证你真心听上帝？咱就是对听兄弟姊妹中间去表明咱听上帝。所以伫教会中间，咱透过报告、集体沟通，互咱明白什么人因厝里有喜事，因为伊是咱这教会这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所以伊的喜事、伊的快乐，相对我的快乐。什么人拄着悲伤的代志，拄着无顺利、不如意的代志，因为伊是咱集体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应该爱做伙来关心。透过这款来关心，咱教会才做一个听的大家庭。所以这段请大家，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无法度每一条拢读互大家听。但是等于了，咱看咱的周报，会当为着每一项代志，为着每一个事工来祈祷。最后，礼拜看起来是最后一个天书，就是祝祷。我过去去迄个有一间教会实习做新学生的时阵，迄牧师囝做顽皮的吼，伊大概因爸爸要祝祷的时阵，伊讲牧师投降啊，所以聚会结束吼。我爸爸投降啊，所以聚会结束吼。这祝祷吼，毋是安尼，祝祷有两项真重要意义。第一项就是祝福，就是牧师正做祭司的角色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大家得到上帝的快乐甲力量。所以咱看起来民数记第6章24节到26节，这是上帝交代祭司爱祝福以色列百姓，讲愿耶和华祝福恁，而且保护恁；愿上帝互伊的面的光照恁，施恩互恁；愿上帝举起伊的面看你，互你而且赐你平安。透过安尼的祝福，但是咱来想一件代志，祝福毋是讲牧师举起你有晓，牧师这手照着无啦？我过去捌伫迄个台南一间教会服侍一段时间，迄个教会是一间公寓迄个伊中有一支条大家拢坐伫迄个内底嘛咧祝福的时阵突然间就足侪人拢会对个条后壁走出来我惊讲无叫牧师闭着甲像无得到祝福其实祝福毋是安尼如果你若用心礼拜，咱规个礼拜拢咧领受上帝祝福甲能力。所以你要用心礼拜，你就通透过诗歌敬拜上帝，得到感动。你若用心礼拜，你就透过上帝的话领受快乐甲智慧，互你有能力伫一礼拜中间去面对挑战，这就是祝福啊！所以咱用心礼拜，而且祝福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叫做车欠。祝祷就是车欠的意思，就是讲祝福车欠大家，当伊甲生活中间去实践礼拜所领受的。咱看记着圣经中间，以赛亚伫圣殿中间敬拜上帝了，伊听起主的声讲：我会当找欠什么人？什么人肯为阮去呢？以赛亚伫遮回答讲：我伫遮，请找欠我。所以这是种祝福找欠的意思。所以当牧师祝祷，其实是找欠大家，互大家有快乐。当大家出去了，咱面对咱一礼拜的生活，咱来用心去实践上帝的话，对咱礼拜中间所领受的，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当时礼拜结束，礼拜当时结束，毋是祝福哦，是后礼拜你搁礼拜这个礼拜长的时阵，当书会宣调，圣歌队唱宣调死了，前一个礼拜较结束。因为咱伫这个礼拜中间拢咧实行上帝的话嘛，拢咧回应上帝的话嘛。当咱礼拜这时，另外一个礼拜开始，前一个礼拜较结束。所以伫祝祷结束了后，司琴会奏一个迄个后奏对无？电乐，你毋通香港要离开要去坐电梯，你安静落来坐咧，伫音乐的帮助下面，咱来祈祷。祈祷啥物话？祈祷上帝讲：主啊，当我离开了，你爱我做啥物？
当我离开了，有啥物我爱改变的？求你予我智慧。主啊，我明仔载开始要开始另外一个工作，我要安怎有智慧？求你帮助我，予我会当思考安怎去面对这个工作。你遮做庙导，然后音乐结束了，咱会当徛起来，甲其他人行平安礼，较带着祝福回去，面对咱一礼拜的生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礼拜。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用2礼拜的时间，甲大家分享礼拜。望咱通过以后每一个礼拜，咱拢领受上帝的快乐，这是上帝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能的快乐，甲你的话语，因为阮确实你的话语会当帮助阮更新调整阮的生命。所以，阮恳求主你透过今日的敬拜，帮助阮安怎学习去敬拜你，将所有的阳光拢归予你。求主帮助阮，会当领受你的话了，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祝福真济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174首，圣诗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准备要来奉献。遮嘛要提醒第一遍来教会所的新朋友，若还未填写留名卡的，请在咱的座位头前填写留名卡然后交互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设使咱中间若毋知影奉献真正意义的，请咱毋免勉强，只是请咱准备来奉献。
这是请咱起立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逐日的引带甲看顾，互阮逐项拢交业。也感谢你将生命的灵粮养饲阮的心灵，互阮的心智得到永壮。即卖阮将你所赏赐的才能甲金钱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感纳，并且也恳求你圣神感动阮每一个人来找见阮，互阮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我愿
真侪。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掀开周报第5页。第一，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感恩节主日，互咱时时会晓算上帝的恩典，日日分享主的慈爱，并且透过咱的奉献甲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第二，本主日为大港节第一主日。点到第一支的知识垃圾来代表希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愿望，互咱伫这等待的节期中间，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用咱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传主福音。本年度的圣诞节庆的活动刊登伫本周报的18页，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参与、带导，并且邀请亲朋好友、无道友做伙来参加。第二，感恩节音乐发表会时间是伫本主日下昼12:45，地点是伫10楼礼拜堂。节目请咱家己来看，也欢迎兄弟老婆会当来参与即个音乐事工。第三，集体的关怀，恭喜本会会友帮空添的先生陈培伦传道，伫本主日下午3点，伫台南活水教会举行按牧礼拜。愿上帝祝福。第四，圣诞节节庆的事工，社区分发传单，时间是12月初4，下主日12点，请伫教会用餐。中午12:40到2点，要去分传单。用餐的地点。东南区伫北控事教室，西北牧区是伫9楼联谊厅。请咱东南西北各区小组来动员，来报名，请找咱的每一区的干事，伫本主日为止。第5点。圣诞福音地会时间是伫12月初10，礼拜六下午1点半到3:45。地点游园是伫10楼礼拜堂甲国教室，主题是新造的人，内容生命见证分享，是请师傅，会后有分组甲地点，请。各小组团结邀请无道友、新朋友来参加报名，请甲赵文辉、甲谢莹莹干事来报名，嘛是到12月初4下主日为止。请各小组甲团结注意这项代志。以上其他的，请咱家己详细来看。接着要请牧师来介绍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特别要来欢迎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我来介绍，这有一位杨春菊女士，春菊姐，杨春菊伫遮哈，欢迎你，欢迎你哈，欢迎你，请坐。另外有王秀美女士，好。欢迎，请坐。还有李贤瑞先生，这是李伯龙牧师的后生，好，后壁遐哈，欢迎，因对巴西转来哈。
有罗少和将军，罗少和先生啊，大家好，好欢迎。有周昂珠律师，周昂珠律师，还有徐云哲先生，好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到咱中间，我无介绍到。好来，请起来，请起，好，请问贵姓？欢迎你哈，咱等下请所有今日来第一遍来的新朋友吼，咱会当来到咱的贵宾小所在，互咱的招待人员来咧招待。这个时阵牧师要来做牧养代祷，咱将咱的需要放伫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有福分领受你大的恩典。主，阮恳求主，你即时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中间如果若有身体、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主你甲伊三甲伫地，赐了复原的力量，互伊伫你的疼顶面完完全全来复原。也互阮阁会晓去互相相疼，来成全你交代阮的命令。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平平领受你大的恩典，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上言511首，上言511首，吟诗后请蔡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大家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